来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女大学生向消保会来投诉，讲伊透过网络订买线顶的课程，因为听信业务的话术，就成立定金2800，但是听一届的课程了后，感觉无适合，想要来取消。业者煞讲，就要搁纳3万块才会当来解约，而且业者一直打电话甲催钱，讲若无伫咧3天内付钱，解约金就会变5万。消保会讲，即摆市面上有真侪无卡分期消费的形态，要来吸引到较无经济能力的学生，主管机关应该爱加强来管理，才会当避免即种消费的纠纷。女大学生冠翠安出面投诉，为着进修伊透过网络订线上的课程，伫学生部收入的前提，业者竟然建议审核通过总金额将近9万的分期借贷，学生也搁听信业务的话术，先交定金2800，煞真做恶梦的开始。我来消保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用了融资这种东西，然后讲了我才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，因为我当时只知道分期付款。女大学生若是连定金拢摕袂倒来。讲得爱搁加交3万的解约金，业者不断的电话催缴，甲女大学生讲，若是要伫咧3天内付这个解约金，就要变成5万外，互家长真不满。他们就一直打电话给孩子，一直跟他说，你在几月几号之前你没有缴钱的话，你就要缴50%。后来我自己算，哇，好可怕哦！你50%，然后再手续费10%，那等60%哎。消保会接到几啊件类似消费纠纷，查出即马市场上有真侪无卡分期消费形态，经济能力无法学生族群使用。学生在法律上面的规定，本来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的消费行为，或者是签订无卡分期的契约书、约定书等等，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必须要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行为。消保会希望政府积极管理，才袂互想要进修的学生无小心落入消费陷阱。